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同愈讲愈认同》。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在地新闻的记者分选。今要过年啊，过年的时阵大家拢有惯势做真侪代志。跋筊，跋筊一定来啊，拼你一个输赢。赚大钱，就要来上班。啊，搁有另外一件代志，就是你看咱倒啊遮尔济。这是不是要送我的？无，这是咱等下要开的。伊这吼福地啊吼，有足侪人伫过年的时间，惯势一定爱开福地啊，尤其是超商的。开一个福气。你可能好年的时候，你运气好的时候吼，一就开着大奖。好好幸福。啊，你敢有开这个福地啊的惯势？无，因为我是一个随买导人。嘿。我靠，迄刮刮乐拢袂着。啊，拢完全拢无开过福地啊。无。我你讲，其实我嘛无。我真的。是我为着要做这节目。哦。我顶礼拜我去买一个福地啊来耍，体验一下迄种刺激的感觉。开了，我感觉吼，今仔日开开吼，好还是歹？因为我摕伫迄个福地啊开开物件吼，我拢无啥介意。真的哦。我就开四手啊，有无摕去放伫迄个阮办公室迄种四手啊倒，啊放伫遐有代志啊。无要紧啊，咱两个人可能运气拢无啥好，毋过可能会负得正。反正咱这都叫车车。有可能哦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开的福地啊吼，拄好为莱尔富，OK， 啊来是 OK， 所以咱等下就先为莱尔富开始。好。好。咱第一个要来开的就是 High Life 莱尔富的福地啊！我跟你讲，莱尔富这道真正厉害。咱先讲一下内底有啥物奖。莱尔富为12月初1就开始卖福地啊！我跟你讲，伊的得奖哦，有100个，50台 iPhone 13，50台13 mini， 真赞呢！我嘛最想要换手机啊，所以吼，我今日用着迄 iPhone 吼，挺好啊！啊，我跟你讲，二奖吼，互你二奖就是 Celine 的 AV 的卡棒。好啦，卡棒嘛会使啦。卡棒嘛会使，Celine 的呢，我唔捌听过这个牌。第三奖，我跟你讲，戴森的吸尘器，我伫迄大卖场咧设计的时阵，我看迄戴森吸尘器，卡袂到就6、7千块。戴森真正是专业级的电器。啊，第4个吼，4奖嘛是戴森吹风机。啊，我嘛想要这个啦。我来讲，有一个搁愈诚死人，Chanel 的耳环。哈，耳高。你讲伊逐个奖拢足好诶，这3包内底有 iPhone 吼，咱真正会痛感，唔知？真啊，报喜啊啦！好啦，我先开第1题好无？好来。第1题吼。我之前吼有伫迄网络顶管看到这个影片吼，你咧开这福地啊时阵吼，无先去用伫那刮刮卡，啊有个人咧开这福地啊时阵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做疼惜买起来的物件，迄包装有无？伊就迄包装。好啦，你赶紧开啦！等下吼，咱先来看一个细个薄荷糖，这我真介意，我看这会使。另外一个细项米吼，这是2022吉米的威力啊，细啊吼，咱早伫先决定看。我想要甲听开看，伊内底到底偌细？伊这是威力呢？啊，这细妞你一个月，啊内底偌细个来看。一定真水。伊是第一样啊，这就是伊个吉米的插头。袂歹呢。真的呢吼，这袂歹。啊，搁有这是啥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是咧创啥？这吼可能阮办公室吼，可能10分钟抢了了，啊，大家愈食愈大口。无啦，我看你遮散掉。过来啊，这嘛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韩式炸鸡口味。你看，啊，搁有另外一个饮料，Fin 我嘛介，Fin 好啉，我会使接受。好啉。看起来搁袂歹吼。再来，搁有这个，水暗。这一个都超过你福地啊的价值了吧？有吗？有吧？来付偌济啊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跟你讲哦，这包啊，你开200块去买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水暗可能就200块啊。内底有几片啊？内底有10片，哆啦 A 梦的水暗。而且来啊，上重要一项代志来啊，刮刮卡。这刮刮卡哦，伊有3重。来，好，咱先来刮哦，咱来刮这个刮刮卡，看啥啊 ？iPhone 13 iPhone。我看到物件啦，美式 Latte， 一杯拍对折，嘿，袂歹啦，我逐工拢爱啉咖啡的啦。好，啊，佮有另外一个上重要就是吼，你去扫这 QR code，而且 QR code 你去扫吼，你得当摕到 High Life 的会员点数相关有888888点。那是这，所以是888888点。嘿啦，这点数吼，你一世人用袂了，我毋知8888你想哪啦？啊来吼，上重要佮有另外一个代志就是，遮佮有另外一个 QR code 无？这 QR code 你甲用了，你去迄网站顶管吼，伊似乎这序号了，伊张
汽车，哦伊的汽车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。啊，休理车呢？哎，我来讲哦，修理车吼，至少嘛是70几万。啊，佮有头奖就是汽车嘛，伊佮有一个特奖，特奖就是 LV 的钱包啊。所以我来讲吼，虽然这抽奖吼、抽车吼，这是靠家己的运气的，也毋过吼，咱较多嘛讲过啊，伊一包内底吼其实超值，啊，你个人算刮刮卡，咱第一包就这么好啊，来，你来开第二包。嘿，来看我会抽到啥物物件哦，位车。到底敢有比我较好吼？哎呦，这厉害哦！可乐果，我介意食可乐果。我嘛介意食这个。我来甲囥。看第二项，这是夹心酥吗？有人讲吼，这是国的啊。日本吗？看起来敢若是日本。印尼的饼啊，我感觉袂歹吼。气色饼。系啊，这看起来做好食的。好，来看后一个。哦，一罐。一罐。是饼。哎，咱一人一罐嘿，啊。咱一人一罐啊。感情较袂爽。较袂爽啊。好，再来看这。哇，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上班拢想要困，这拄啊好适合无啊？会使提神过来。这啥面膜呢？我需要，因为我面膜都要买饮料啊。而且吼，伊毋是放迄要过期迄种呢，伊会当放到2025年呢。佫会使放3年。这是真正有价值，你佫会当放的。走落来，佫有这红包袋啊！哎，这嘛是1年呢。啊，拄好过年，你就毋免买红包咯啊！你感觉你这包敢有200块价值？我感觉敢若有呢，因为有这。你看我有哆啦 A 梦，我有哆啦 A 梦的事啊！我是安怎无哆啦 A 梦？啊，毋过无要紧，我会使摕这去互别人包红包互我。哎呦，对你即摆永久性可以当摕红包的。袂歹哦，啊，毋过有这上重要的。刮刮卡，对你来考。好，来看哦。爱十三，爱十三，这啥？商品，我们的啥？商品免费。菠萝。面包，啊，毋对，拄好会使甲你拿体做回去换。嘿啦，拄好可以当做一顿早顿啦。好，来刷嘛，赶快就是有 QR code，你会当去你抽伊的会员点数啦。来刷来，这嘛是序号，你这序号吼嘛是赶快当去宾馆登记，到最后因会抽奖抽出来，你可能就会得汽车哦。希望我会着汽车。OK， 啊刷来，咱就要来开 OK 的福袋啊。OK， 这道吼，伊嘛互咱2袋，咱一人开一袋。好。好。咱即马刷来吼，就先来开第一包，啊，另外一包等互你开。啊，毋过伊内底有啥物奖？对吼，你先听大家讲奖。我来讲，伊内底有上重要一项物件。啥？选酒，伊个选酒吼，这手指哦39万。啊，佮有另外一个嘛是选酒盘咧。哦。嘿，选酒盘咧2个，啊，佮有3种就是气炸航商有3个名呀。刷来4种吼就是 OK 礼券，5000块。5000块真多呢！你去超市的时候，你真毋知要买啥？真的。 5000块5名。刷来5种，就是种迄金毛枪，会使掠零的，掠零迄种的有啊，即摆足流行的掠零迄种金毛枪，但 OK 有的尔哦。好啊，我跟你讲，刷来，我开一包，啊你开一包。是安怎我会较细包呢？安尼？无啦，这因为咱咧用的是来去拗着啦。其实吼，你看伊这是平平有哦，你会较悬啦。好，我会较悬，我会较悬。好啦，我来抽一包，你抽一包，好，咱刷来，咱开始抽。这是迄个放伫个香氛，嘿，香氛豆。你咧洗衫的时候，你顺刷甲倒落去洗衫内底，洗出来的衫吼，揢开的衫吼，规个拢是花香味，包互你摕在用。你甲拍开的时候吼，味道咧冲出来。够啥？这一定拢爱有的物件。红包了吧？红包了啊！刷来上重要一件代志。咱来撸卡。我撸着要哪？哦，是啥？现金折价。偌济钱？消费满50块，减5块。减5块啦。50块减5块。10种啦。好，哎，佮另外一包，互你来。娃娃。你较优秀诶。我想要知影我敢有全球破面啊！来，这有啥？甲你同款的。哎呀，同款的面啦。哎，佮有这我就该食这呢。我来讲，虽然讲伊100块尔，也毋过伊心意足好，这种饼吼，拢是卖甲真好的饼。哦，来看还有啥？哎嘛是真的，洗衫会使用的。洗衫的这个胖刀，胖刀，洗衫的时候通加。我真正都推荐这个物件。
有一个 Food Panda，你加一条线呢？呢，其他细声啊！哎，换一康啊 ！OK 嘛，个扶贫打，你这折价券吼，你会当满300折250，但是50块。无啦。对，啊要毋过伊这大当伫扶贫打顶管你找着 OK 便利商店的时阵，你开当伫内底折价。好，上尾啊，上重要的，噔噔噔噔噔，蒜椒破呢。啊，你毋免先暖身一下。好，好来，我感觉我刚才甲你同款呢，同款是买50块减5块。我咧50块减5块。对。哦，咱两个人运气哪歹啦，真正毋通算好地啊！咱这两个真正毋通过年的时阵算好地啊！好来，观众朋友，伫咧咱的正月一个月吼，咱要做的物件，除咱这个好地啊开箱，这个当完了吼，咱刷来三个礼拜，咱要找做一个小编，咱做回来拼台语。到最后吼，咱的拿到第7篇吼，伊就会出题目，咱就来用。安尼我赶紧去甲伊收买，我才会赢。伊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来出题目，所以吼，观众朋友会当期待这个月内底阮做出来内容哦。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难懂，拜拜。